都有一段時間冇嚟到賽西湖大廈，而我哋今日參與個單位，除咗間隔實用之外，喺價錢裏邊仲擺咗2個車位添。如果睇完條片對呢個屋苑有興趣嘅話，可以安排你哋嚟參觀呢個單位。想住得寧靜一啲嘅話，當然要選擇半山區嘅生活啦。如果要喺半山區揾一個大型嘅屋苑，單位空間實用性又比較高，又要有多項會所設施嘅話，賽西湖大廈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。今日參觀呢個單位，實用有1090尺，客飯廳冇玄關位啦，令到空間更加咁實用。而客廳部分可以望返翠綠嘅山景，而飯廳連接住露台。由於客飯廳都有窗，可以增加返空氣上嘅流通。而露台係望返會所泳池同埋另一邊翠綠嘅山景，亦可以居高臨下咁望住自己屋企人喺泳池度游水。而廚房嘅空間亦都相對寬敞，亦都有唔錯嘅保養。而通往廚房之後就係工人套房，有獨立嘅洗手間。經過客飯廳嘅走廊，嚟有第一間睡房，間隔係長方形，可以善用埋門後邊位置安裝衣櫃。而浴室係有活動窗，增加返空氣嘅流通。而另一間睡房亦都有唔錯嘅實用空間。如果你又會點樣使用呢2間房呢？最後就嚟到主人套房，呢度可以做到3邊落床。現時業主叫價2380萬，價錢上仲包括咗2個車位。影片就翻到嚟呢度啦。如果你有興趣嚟參觀個單位，可以聯絡我啦。